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一个人谋划的，什么苦肉计、连环计，对36计，还有攻心计，能用的我全都用了。现在我但求一死。钱。滚！太子是吧？我觉得你说话得注意点。滚！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很高啊。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B 啊。他是太子，你一定就是赵王吧？哥们儿，这得跪多久啊？跪多久重要吗？就算跪个1年半载，跪破了膝盖只剩骨头，我也要继续跪。1年？那还跪个毛啊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！哎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门外那2个还跪着呢。回太后，都2个时辰了。一个贵为太子，一个身为王爷，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兴师动众，哀家都替他们觉得丢人。太子妃也在外面跪着，她硬是要闯进来，被侍卫给拦下了。哪个不长眼的拦的？算了，咱们也出去瞧瞧吧。太后驾到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都在这跪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过年呢，就管安家要压岁钱啊？皇祖母，这次错全在我，您就放了映月吧。谁的人谁来求，轮得着你求情吗？太后啊，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一个人谋划的，什么苦肉计、连环计，对36计，还有攻心计，能用的我全都用了。现在我但求一死。前面的计谋，哀家是听说过的，可这攻心计是哪部兵法里面的？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为了谋害太子，用尽了我毕生所学，可见我的险恶之心啊！圣儿，你可知错？你看看你这个弱不禁风、单纯善良的结发妻子，为了你，不惜担下了谋害亲夫的死罪。一个皇子，竟然还不如这么一个女子。太后啊，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，我早已不是那个单纯善良、活泼可爱的张鹏鹏了。您不知道，我有一颗多么恶毒的心啊！总之，水是我跳下去的。太子也是我拖下去的，那个僵尸也是被我拖下水的。那天所有差点死于非命的人，全都是我一个人害的。太后，你应该赐死我呀！我都已经犯了如此天理不容、人神共愤的罪了。如果您要徇私枉法的话，可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太后，你一定要三思啊！太后，圣儿，你看到了吗？太子妃为了你，不惜沦落成这般境地。你可知错？皇祖母，张鹏鹏明明已经招罪。愚蠢！他还不是为了让你痛快。既然你不思悔改，哀家就让你去江北巡查大营。什么时候反省好了，和自己妻子之间怎么相处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想不明白就不要回来了。皇祖母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也是皇上的意思。孙儿遵命。来人，
映月，太残忍了。赵王，人哀家是还给你，再看管不好自己的妻子，以后是谁也帮不了你了。映月，来人，把太子妃带下去。是。让我死！不是让我死吗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太后，赐死我吧！求太后赐我一条死路啊！太子妃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你不能说话。宣个太医去他宫里，给他好好瞧瞧，让他在自己的宫里好生静养。赐死我吧！回去传我的命令，把太子妃看押起来，不许踏出太子妃宫一步。是。前面那可是九王的轿子。是。给我追上！追！是太子。你去！大胆奴才！以为我没看见你做什么吗？九王出了什么闪失，你担得起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他也是无心之失，三哥不必太过苛责。九弟无恙就好。我自己的人，赏罚我自有分寸。恕我失言，三哥见谅。处置下人是三哥府上内务，九弟不应该指手画脚的，当罚当罚。哪里？九弟对我府上的人本就都有照拂，小到下人，大到太子妃，个个都承过你的恩情。这内务，九弟也不是管的第一次了。三哥是怪我那日多事救了太子妃。三哥，惩戒下人乃是内务家事，九弟妄加干预，自是失礼僭越。但娘娘落水虽是家事，亦是国事。若九弟冷眼旁观，那才是于国不忠，于兄不义。无论家事国事，那都是我的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